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最近来成立着一支身心障碍的评舞队，参加的队员拢是身心障碍的朋友，有人坐轮椅，有人拄拐呀，来培养着团队的精神。这个学到就手，互因特别有成就感，嘛达到强健身心的效果。新疆朋友坐轮椅，上准准将冰上溜酒甲撒出去。这撒出去，唔是会愈远愈好，是爱互停伫个圆圈内面，愈挖中心点，愈机会得分。比赛很重要。比赛愈来愈紧张，看什么人这个冰上溜酒撒了上准，有人拍伫涂骹伫送。那撒出去就无得分啊！这场新疆比赛拍到有够激烈，参加队员拢是新疆人士，有人坐轮椅，有人压拐啊，就是因为行动无方便。定点杀球，唔免刷叮当，是上适合因的团队运动。结果是输的打得比我们这个会运动的还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运动的选择没有那么多。新疆人士会使参加运动无济，冰舞又是冰上溜酒是其中一项，会使锻炼手、训练目睭，培养团体合作。而且真好学，目前全国敢若新北市、台中市、南投县、甲台南市有新种的评舞队，因互相交流，举办跨县市比赛，主要就是要和更较侪新疆朋友做伙来运动。